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讓晚風輕輕吹送了落霞。我已習慣每個傍晚去想他。好啦，唔廢話少講啦嗱，今日咧帶各位 fans 咧嚟到我哋十里銀灘5期維港灣沙灘嘅呢個位置。點解咁講呢？今日介紹嘅就係頭排位，好少有兩套單位隔離一左一右無敵海景嘅，大家都係知三房兩衛嗰隻104嘅同時攞出嚟賣。呢兩套單位價錢一樣，戶型一樣，樓層一樣，賣價係918000點解話我特登要同時介紹呢兩套單位呢？即係話如果有兄弟朋友姊妹或者好好嘅兄弟同學仔朋友想住埋一齊，互相有個照應呢套呢，呢兩套單位呢就非常之適合好近嘅，挨住一齊。OK， 廢話少講，太陽落山啦，嗱嗱聲一齊上樓碌一碌先。咁而家我哋就上到嚟呢兩套單位啦，可以睇到兩條門都開好咗，俾各位 fans 慢慢參觀。首先內籠慢慢講 ，follow me， 跑過嚟睇下先。哇！啱啱落完雨，咁嘅海景，唔知你哋有咩感覺靜1分鐘俾大家欣賞下。坐向西南向落沙灘1個字唔到，前排無敵海景兩套價錢啱先喺下邊都講過，918000冇增值稅，104平，產權清晰，隨時可以過戶重點就係呢個景觀，一覽無際，為大海為情為埋單，配合呢個大嘅鹹蛋黃有啲曬今日，但係好在佢點解咁講呢？佢個太陽呢係曬到嗱，而家係4點幾啦我都話點解話西南向偏南呢？佢露台係啱啱好曬到呢條界嘅，佢唔會曬翻入邊嘅所以就好正。而且一打開門呢，呢個露台呢非常之通風對流涼爽。咁呢個位置同大家簡單介紹下，做翻個洗衣櫃、洗衣機擺呢度，拖把池嘅水龍頭位都係留好咗。其他大致上係冇咩要執要整嘅 ，OK。咁我哋再行翻過嚟睇下佢嘅內籠。客廳闊度係去到3.4米嘅咁牆面呢啲咧，呢一套咧就好乾淨、好靚仔。隔離嗰套就肉酸少少，等下再俾大家睇。電視機位擺呢度，沙發擺埋呢度。咁然之後咧，再行翻過嚟入門口，從門後邊開始，其實你可以延伸到呢一個位，做翻個餐邊櫃訂製櫃、找櫃都冇問題嘅呢個單位非常之適合即係話親朋戚友想住埋一齊好兄弟、好姊妹或者好朋友或者發小一齊玩到大嘅 fans， 啱啱好兩戶人有個照應。OK， 咁我哋再講下佢嘅一個廚房先。嗱，廚房嘅狀況咧都係好新淨嘅灶台。爐頭佢都未買未開，當然你買翻個灶台爐頭，師傅會免費幫你安裝好。洗碗機呢個消毒碗櫃嘅位喺呢一度嘅，入邊留好佢嘅一個開關面板。嗱，熱水器咧都係同大家裝好係夠用嘅呢個16升咁再睇埋入邊啦，都係好乾心好乾爽，冇滲水漏水啲水喉嘅，水壓都完全冇問題同樣都係我哋嘅一個鋁扣板天花吊頂。其實呢個單位當時阿凡達都有介紹過，只不過佢而家有降價，而且連埋隔離嗰度一齊攞出嚟賣。OK， 咁再行翻過嚟講下佢呢個沖涼房先。下層式乾濕分離區冇問題水壓呢啲嗱，俾大家睇下，都係冇問題嘅。沖涼嘅時候最驚水壓唔夠嘛，佢係完全夠力。再次嗱，俾大家睇下啲排水。佢嘅吸力係完全夠嘅。呢度開咗排水，然之後再睇埋個水龍頭啲水壓。你想測試一套單位佢嘅水壓夠唔夠力嘅情況下咧，你就喺同一個區域同時開埋水喉就知道好清楚啦唔使講。然之後鋁扣板天花吊頂啲磚都係實磚嚟嘅。OK， 先講下佢呢個陽光房先。陽光房，咦，都可以望到海景喎，德哥。大家都知道全世唔係話我哋國內邊度都好，全世界嘅單位都係以個景嚟定價嘅，係咪先？海係無價，稀缺資源嘛，係咪先？咁窗簾布咧就拉到呢一個位
畢竟望到人哋嘅騎樓，咁再點去搭配呢？我建議就如果你又想將空間用到足嘅情況下呢，貼住埲牆啊，呢個位置啊，做翻個榻榻米到頂嘅衣櫃，延伸拉伸翻出嚟，呢度呢，再拉一個辦公台或者梳妝台嚇。牆面呢啲係唔使執，非常之乾心企理乾淨。嗱，重點就係呢個中間客房啦。哇！真係碧波盪漾嘅海水啊，藍天白雲啊，好正啊，大佬啊！德哥，整翻套嚟，到時即係人同你買翻套啊！今晚隔離鄰舍好唔好啊？得啊！努力揾錢。講翻單位，擺翻張1.5米嘅床，然之後呢個凹位咧，你可以做翻個衣櫃去遮住佢。如果你買個成品櫃嘅話，講真啦，佢啲位置唔會話咁啱嘅冷氣佢當時係有裝過，所以佢拆走咗，因為佢有住過嘅，啲嘢全部搬走晒啦。咁你睇到佢當時打嘅螺絲孔位，其實你唔使補過佢都得，因為你冷氣位都係裝翻呢度，到時會遮住佢嘅。OK， 咁再行下過嚟講下佢呢一個，哇！嗱，咪就咁樣嘅景觀咯，大佬拆咗個圍欄，經常同大家講話點解要拆圍欄呢？唔使講咁多先，俾大家睇下，從入門開始，睇唔睇到？再行過嚟，如果你想象下當時佢有一個圍欄嘅話，個景觀視野肯定冇咁開揚開闊嘅。此時此刻咁嘅景觀，再行過嚟少少得個，俾大家睇清楚啲。呢個業主就知道享受喎，將個圍欄拆咗，但係呢，佢呢就可能自己 DIY 嘅。佢本嚟呢個鋁合窗邊關呢係黑色噶嘛，灰色噶嘛，佢又油咗白色，但係呢油得又唔靚喎，一嚿嚿喎。不過到時呢啲我哋揾專業嘅人士搞掂佢，嘥幾百蚊同你重新油過去所以話大家有咁嘅戶型或者101嘅戶型，無論係咪海景都好咧，可以參考下佢咁嘅設計嘅，將呢個圍欄拆咗佢，個視野景觀真係靚好多嘅咁再講翻房間先，冷氣位佢之前都有裝過，拆咗留咗4個窿位喺度咁擺翻張2米嘅床都係冇問題啦。然之後咧呢啲係可以清走晒佢，呢度到時補補佢，呢度係乳膠拆開裂然之後門後邊咧就呢度可以做翻個日常櫃、甩櫃訂製翻入去嘅。再行過嚟就係一個沖涼房啦。水壓呢啲俾大家睇下。冇靈感，呢度鬆咗，唔好意思喺度腐蝕晒。同時開埋啲水壓完全冇問題，嘭嘭聲嘅好澎湃關埋佢先。OK， 咁座廁排水都係冇問題嘅。然之後佢呢個浴室櫃都係好乾身、好靚仔包括埋我哋一個鋁扣板天花吊頂。哇！佢呢套真係拆咗個視野景觀靚好多OK， 嗱聲講埋隔離嗰套單位嘅一個狀況、內籠狀況。大同小異，簡簡單單同大家講下啦。咁呢個位呢，你可以擺個臨時嘅細鞋櫃，睇下你哋擺咩都得。再行翻入嚟先講下佢廚房。佢廚房有一點唔同嘅呢，佢就係貼咗牆紙嘅，所以入到嚟呢，本嚟係灰色瓷磚嘛，入到嚟就光猛好多其他大致上都係冇問題嘅，包括埋佢呢一套呢啲管都係用啲麻繩同佢包住，執靚仔好多。呢個天然氣錶用個花籃遮住咗。OK， 我覺得有啲點講呢？講唔出。咁呢個位佢都係冇放其他嘢啦，用個窗簾布去遮住，攞嚟做儲物浸物嘅咁其他大致上都係冇問題嘅。天花吊頂都係鋁扣板，到時我建議就搣咗啲牆紙去啦好唔協調喎。OK， 都係睇景觀先。唔知你哋覺得點樣啦呢一套同隔離嗰套，反正我就覺得隔離嗰套嘅視野景觀好過呢一套少聽唔聽到浪聲好舒服，好爽，成個人靜晒，舒服晒。OK， 好啦，講翻單位露台同啱先嗰個呢冇太多嘅需要講嘅攝影師哥哥企嗰個位呢，都係一個放衣櫃一個洗衣櫃嘅位置。咁入邊呢，牆面呢啲冇問題，除咗呢一度
當時你一睇到有佢肯定係貼咗啲畫啊或者唔知咩膠紙嘅，就搣甩咗清走咗佢，所以咧就顯得甩咗皮甩咗漆，到時補補佢就 OK 啦嚇。其他地方都係冇問題嘅嗱，包括埋呢個沖客廁啦、水壓啦，都係夠大夠充足嘅嚇。OK， 然之後坐廁呢啲全部都係好深嘅嚇，都係睇翻呢個中間房間俾大家睇。開門見山，大佬咁個海景正到痹啊！一行出嚟，哇！真係超正，真係好適合兄弟姊妹、好朋友、好兄弟同時買賣。好少有，因為佢二手樓嚇，而且佢買翻嚟嘅時候170-180萬嘅嚇，而家直頭係小一球檢樓嘅時候，相當於你用人哋嘅後邊嗰兩位數買人哋嘅存款嚇，而且單位又唔會話差喎，又唔會話好爛、好殘、好舊喎，啱唔啱先？所以咧可以話有好兄弟、好朋友買埋一齊啦，我都唔多講。冷氣咧換咗佢啦，太舊啦。咁呢個陽光房咧嗱，俾大家睇下，都係可以望到海景嘅嚇。唯一不足咧就係呢個房間呢個位置望到人哋嘅騎樓，當然啦，將窗簾布拉到呢個位置嚇，牆面啊呢啲唔使執嗱，一睇就知道係兩戶人嚟嘅，唔使講同一家人或者懷疑呢個業主係買咗兩套，連呢個護欄都拆咗，佢呢一度都係油咗白色嘅呢個油漆邊框嘅嚇，但係咧佢呢個手工就靚好多，大佬嚇，不過都係睇景觀。哇！真係佢拆咗個護欄之後，個視野景觀真係靚到離晒譜喎，開揚好多，你覺唔覺得啊？攝影師真係超正嚇！咁冷氣咧可以忽略不計啦嚇，其他大致上都冇問題嘅，包括埋櫥櫃啊呢啲位都冇滲水漏水，水壓都係冇問題嘅嚇，簡簡單單，唔係一日三餐啊！呢兩套單位啊，大佬 ，OK， 咁呢兩套超靚仔嚇。點講嘅單位咧，就介紹到呢度。統一總結下，講下大家最關心嘅環節先，就係佢嘅 money。嗱，咁而家業主咧，兩個業主嘅紅本都係在手嘅，房產證面積咧係104平，在賣嘅價錢咧都係一樣91萬8嚇。咁至於費用方面，你只需要交個契稅，就有中介服務費就 OK 啦，冇其他嘅隱藏劣質收費嘅。嗱，啱先優點唔使多講啦，海景為情懷埋單。兩套連埋一齊，方便兄弟姊妹一齊嘅 fans 有個照應嘅 fans 買單位，唔使多講啦，優點講下佢嘅缺點先缺點嘅話，第二套即係我而家企嘅呢一套，佢廚房要側佢，包括埋佢呢個牆面嘅位置到時都要補佢其他大致上係冇咩要整嘅。咁隔離嗰套咧，除咗個主人房個邊框，即係話個窗你睇到佢油得白色漆係好差嘅，要重新執過佢之外咧其他都大致上冇任何要執噶啦。OK， 咁呢啲就過啦千載難逢嘅機會，難得有兩套連埋一齊。想了解記得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哋，同時我哋公司喺深圳，喺每個關口有免費嘅專車來回接送各位嚟呢邊睇樓嘅，仲包埋餐。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每日有咁多嘅優質筍盤靚盤推介到俾大家之餘就算呢兩套唔啱，我哋仲有其他嘅靚盤優質筍盤，講你哋嘅需求俾我哋聽，1對1服務 WhatsApp WeChat 我哋，喺最短時間內匹配到你哋啱心水嘅單位。最緊要就係幫你哋慳時間、慳精力、慳心機，避免中伏埋伏一次成交，衷心服務大家嘅。OK， 呢期我哋講到呢度，下期再見啦，拜拜。